伫咧替台湾翕相收集国土影像资料的林务局东林航空测量所，对1959年航空测量队正式成立了后，替台湾的山林建构出正丰富的相片资料。为着要互民众会当了解因的工作内容和成果，东航所就举办一个立体的相片展览，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。透过镜片看到相片囡仔，大家感觉真新鲜。因为这一张一张的老相片，经过特殊镜片，拢呈现出立体的效果。用这样子很特别立体的方式，然后可以吸引小孩子注意力，看他们都很有兴趣的看每一项图。因为我们拥有非常多的航空照片的含量，那我们配合当地嘉义这边的丰富的林业文化，我们这样子搭配起来，那我们再搭配出来说，我们有一个立体感的呈现，让民众有不同的感受。农林航空测量所利用空中翕相的技术，替台湾记录真侪国土资料。因透过加工，互相片有立体化的效果。为23即天开始，小连续2礼拜，拜5甲礼拜，伫家己制裁所举办历史相片立体化的展览。搭配讲述，然后有图像的部分，能够让小朋友一起去配合的时候，可以让他们更快去了解，比如说我们嘉义市的一些风俗民情，或者是甚至之后台湾的、世界的，好，这些都可以去做延伸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活动。展览中特别找到了30-40年前嘉义制裁所，还有阿里山沿线的几个车站的过往的场景，30-40年来它的变化到底是怎样？可以透过这个展览，可以清楚的看到。这个展览唔有阿里山沿线车站的空中翕相，各会当看到1983年阿里山新木亚国地的相片。农航所表示，北海关区未来嘛有可能办相像的展览，希望民众透过这些相片，会当更加了解台湾这片土地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